大家朋友好啊！好多粉絲朋友問我事啊，好想得閒嚟我度參觀下老爺車。你就地道啦，我哋當地方言有句話：得閒飲茶，得閒食飯，得個講嘅啫。講為咗索起呢個方言，我今日將呢兩部車推去啲人多嘅地方，俾啲市民免費參觀影相，睇下我哋嘅當地市民對老爺車嘅反應如何。雖然呢啲老爺車唔可以上路，但係我哋可以叫拖車嘛。撞好車號，準備出發，到底受唔受歡迎呢？我哋拭目以待。嗱，車已經嚟到我哋台州寶貝呢個地方啦，到五廠落車已經吸引大量嘅市民好奇上啦。我哋先將車放落嚟睇下，到底有幾多市民中意老爺車嘅。睇嚟呢台紅旗 CA 出量非常之受歡迎。咦，呢台蝙蝠俠又唔差噃，好多人冇見過，比較好奇。事實證明，我哋嘅市民對老爺車非常之感興趣嘅。你睇下，連呢個大爺都過來連行一把。其實我覺得中意老爺車佢唔好分年齡嘅，有老嘅。有年嘅，因為呢啲老爺車咧，好多人喺市面上冇見過，所以呢比較好奇。講到呢度，有冇朋友聽得出我去成古仔呢？聽得出嚟嘅朋友評論區留言，睇下你估唔估得啱。今日做一個競一活動，將兩部老爺車拖出嚟俾啲市民免費參觀影相，冇諗到反應非常之強烈，非常之受歡迎啊！我希望可以將呢份老爺車嘅文化傳遞落去。